接续上一次的课程。我们上次的课程就是厨房篇嘛，哈，就是这个厨房篇。古方、人咪、石飞、早干，好，以不同的方言别，大家都记得了吗？这个厨房的名称。我们的课程是初级的绘画课程，所以大家都放轻松哦，开心的来学习我们的族语。我们上课的方式就是一问一答，哈，问句或答句，那就先写族语，再加上中文，再加上自己念出自己所写的句子。如果有的学员还不会，你可以旁听哈，你看看别人的怎么写，怎么说啊，你可以自己写笔记啊，加强自己的母语。好，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多多的练习，有练习就会有进步哈。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上次的第9题。我们上次的课程就是厨房篇。好，第9题我们看一下哦。萨达邦的给单号，我们开始喽。哎，itu materi isuku simar. Itu materi isuku simar. 沙拉油被你放在哪里？好，如果会写的学员哈，你能力比较强，可以自己造新的句子哈。好，请大家写在讯息栏里面，通话中的讯息栏里面哦。等一下你写的，你自己念一句主语，加上中文翻译，然后自己念自己的句子，熟悉一下，可以训练你的语气。好，第2天对单号。itu materi isuku simar。或许你的有放在厨房啊，或者是你放在冰箱，或者是你放在柜子上，也可以这样说 materi aku i gufau。我放在厨房。itu 就是在哪里。materi 就是被放在哪里，哈。希望大家这个时候可以练习哦，练习书写。写好的呢，就可以开你的麦来念你的句子。要把握时间哦。这里阿姑苏贤好，苏贤，请你念你的句子哦。我中文来，但还没写就没关系，跑出去。等一下。那能慢慢来。Igufau materi aku gusimar， 油被我放在厨房。厨房。Igufau materi aku gusimar， 很好。那就是是我再放前面可以吗？放后面也可以，放前面也可以。Igufau materi aku gusimar， 你是说simar吗？我说igufau可以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后面。可以啊 materi aku igufau gusimar， 可以。好，谢谢老师。materi aku gusimar igufau 可以往后移哈。这个句子写得很好。
继续哦，还有其他的，学员也可以自己写看看哦。如果用手机的也可以打字哈。来好，好。如果在线上的萨利嘎嘎好，米娜南不给大好。读了第9题，一组啊阿马德里伊苏古西马尔。疑问句。老师，慢。请问一下，嗨。这句如果要说是你把沙拉油放在哪里？我会是这个问说法吗？就是说沙拉油被你放在哪里？我的中文翻译被你放在哪里？或许你放在冰箱啊，那是问。沙拉油你放在哪里呢的意思？被你放在哪里？好，谢谢。可以书写哈，用写的，可以念板扎的语言。你有写，你有念，你就印象就比较深刻。因为我们这个线上一招来号就是马伊尼伊尼吉达，不要害怕。阿嘎嘎达捞阿嘎嘎乌罗号，我们是来学习的。你可以说马德里阿古伊，桌上大家知道是度，也有人说主古伊，看你的方言别是什么，你可以写上去。一组啊，阿玛德里伊苏古西马尔，你沙拉油被你放在哪里？一组啊，在哪里的意思？好，听尹老师给出好啦。我读中文一说好。都放在桌子上。哦，係。No amis ho. Ay, ifalas no sapat madali ako kusimal. 很好呢。Ifalas 是 no sapat 桌子上嘛，你把油放在桌子上，很好。除了桌子，ibarat 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放哈。还有比如说桌子上面也可以，或者是你放在机构角落，或者是你想到的地方都可以写哦。很好，或是马德里阿古冰箱，或者是哈古好，黄嘎照。好，换我哈。来。Itu amateli isu kura atrateng. Isefi amateli aku kuranan. Isefi amateli aku kuranan。你好棒哦！你可以自己写造新的句子，好，问句还有答句，谢谢你哦。谢谢了，老师可以用古兰难哦，就是那些就直接讲古兰难吗？可以啊，古兰难，Isefi amateli aku kuranan，那些菜呀。好，我们大家去学一下黄嘎造哈，它可以造新的句子，那它很厉害了哈。谢谢我们的嘎造。其他的学员，如果你是程度很好的，也可以像嘎造一样哈，自己造句子都可以哈，只要能写出来大家都可以练习。你拿南吉他号，其实这个是初级的生活绘画，所以大家放轻松的来学习。嗨，你 Cindy 马老多姑姑秘书。我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老师帮我看一下。Badali aku kusimar I agnan，
油被我放在椅子上。阿根南，阿根南，阿根南，哎，阿根，你不知道说你阿根那阿根南，我只阿根南，你多了一那个阿根南，你多了一个 NG 是不是？阿根南，对你多了中间，有好，的地方是阿根南，我们那边也是讲阿根南啊，你可以嗨修一下。我们那边是写阿根南的，没错，有的是好阿能昂，还。谢嗨，谢你，好嘞，谢谢谢，马谢。德巴东，还可以多写一些句子。好，闽南南kita像这里的Madali aku ku simar i akenan，好，他就在多了一个，多写了 NG，好，把它改一下，修正就好了。还，Alice 苏技术好，Hai, ipagmay materi aku ku simal. Matawalai aku miala ku simal. 我把沙拉油放在商店里，我忘记带回来。很好啊。你前面是伊巴迪亚麦马德里古西玛，很好。哎，你写的很不错哦。马达瓦莱古米阿拉古西玛，很好，你写的不错哦。而且我们一直在强调说，第一个句子开头就是大写你还有点那个句点写的很标准大家都有进步咯。来，谢谢我们的 Alice 你写的句子很长，你可以写像黄嘎照他也是自己可以造一个新的句子试试看等他们试试看，大家可以试一下。其他的也可以写一下哦。我们再等一下下，因为有的人还刚上线还没有上线的也可以随时一起来学习我们的族语透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练习，可以加强我们的听说读写。好，然后外度如果还没完成的也可以等一下可以往下写也可以写完了也可以再放上去，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练习。好，第9题已经完成了。好，我们的沙拉油都可以摆放在任何的位置只要你会说的位置都可以写上去。好，往下看咯。好，第10题都好。我们仍然延续上一次的课程，厨房篇这一句是说 Usabimaan ni inago alabit。 Usabimaan ni inago alabit。 好， alabit 有个草有咽喉的音要记得。好，中文的翻译是说筷子是妈妈用来做什么？筷子是妈妈用来做什么？好，请大家写上自己的句子。这个应该比较好发挥。好， Sabimaan ni inago alabit。 好， alabit 就是筷子， Sabi 就是用来做， maan 什么？好，mga idol madilit请大家练习写一句短暂的，加上一句中文翻译，还要自己念自己写的。如果你没办法写，也可以开你的麦用说的mga idol有的是用手机，有时候字很小。马老虎你 Cindy 纠正的。Madali Cindy 10분。 Hai, madali
aku kusimar i aslengang，这样才对吧？阿生昂，嗨，阿生谢谢。昂，嗨嘿，对，马达麦都好。嗨，阿拉西西。还有别的说法吗？古椅子，阿很难，阿根难，嘿，马达 Anengang. 麦都man sa kisu， Anengang. 安能昂，还，也对呢，还会写安能昂好。来，马蒂丽套安能昂，阿根难，很多哈，念太多了有时候会，到底是安能昂阿根难哈，反正都是椅子，依照自己的方言别来写来说都可以哈。那其他的学员也是可以来分享哦。刚刚我说好，大家都很熟悉了。好。筷子可以用来做什么夹菜呀？sapi Arabi tu ladang 也可以哈。usabi Arabi tu mandu 也可以啊，夹馒头啊。筷子很多功能啊，sapi Arabi tu sirau 好，夹洗肉好，用来夹洗肉的。你可以学说 usabi Arabi tu 福丁好，反正丁老师的智慧说乌沙比还没写完好，来还没写完呢。来都来都好，你听音的信息，你说还是本书？好，Usabimaan ni mama kukufut. Usabimaan ni mama kukufut. 瓶子是爸爸用来做什么？答案还没有写。好，那继续写好。你造新的句子哦。这样很好哦。好，我们等你哈，你慢慢写。黄卡照改名米苏都。Usapi maan ni mama ku puut. Usapi cik-cik ni mama tu icep ku puut. puut 也来icep 好，你写的很好呢。也来乌拉克特草 puut 也有个特中文呢，刀子是爸爸用来切槟榔的标准答案哦。很好，写的不错大家可以写像王卡照先生这个自己造新的句子，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造句。那马福吉莱后也可以像老师刚刚说的 usabi ma'an ni ina ku Arabi usabi Arabi ni ina tu sirau 好，类似这样，妈妈用来夹筷子是妈妈用来夹腌肉的，或者是夹什么菜都可以都可以来写Minanam kita 好，想一下也没关系椅子能Gary 你写能对，好，对哦，刚刚有写阿根浪，我们的很久没有讲好，我都现在线上都会讲阿能浪比较多，再回头讲阿根浪会打结谢谢。智慧，你的还没有写完吗？你用说的，来。好，你马烧，那秘书爱好。Usapi patay tu lalangaw ni ina ku Arabi。中文是说，筷子是妈妈用来夹死苍蝇的。sapi patay 很好呢，苍蝇可以夹死，好，很好，写的不错。Usapi patay tu lalangaw ni ina ku Arabi。很好呢，你的句首也是大写，然后句点也是有点号，很好。现在大家都很会书写了，我们都有进步了，不错。
好，智慧，普努米苏， Usabi kiwakio ni ina turatan ko alapit，很好呢。就是用筷子搅拌那个菜。对呀、还马达麦多啊，智慧。对啊，我们有时候煮菜，你当不拉灯号，看有没有熟，马扎盖他尼玛手会夹起来哦，或者是试吃哈，你当很好，智慧写的不错哦。哎，如果来不及写中文哈，也可以用念的，都 OK 好。也可以试着造新的句子啊，自己问自己回答，这样大家练习好。老师，请问一下 ，Q 是外来语还是阿美语啊？ Q 我们从来都是讲米 Q 啊，是阿美语啊。好，我谢谢。从小就听到米 Q 搅拌的意思。搅拌。哎，搅拌好。有溜啊溜吗？溜啊溜可以啊。然后我们这边比溜啊溜，一样是搅拌的意思嘛。对呀、好，很多说法哈，米 Q 哎，他很会你智慧，他还想到米 Q。我们很少说哈，我会忘记。马巴瓦尼达古拉米里瓦六，刚刚我们的 Kelly 也讲里瓦六也是对哦。米里瓦六是搅拌嘛，米 Q 一样的意思哈。你习惯用语，米 Q 也是，我从小就听到米 Q 都拉灯这样。好，很好，好，谢谢两位。好，哎，丁云，马勒多古米说好。马勒多，哎，阿西本努米说。好。我Sabatli你妈妈都ketemu ai来lam。我刚刚讲说，爸爸瓶子是用来做什么？哦，对。然后我的回答是，爸爸是把装那个小辣椒瓶子是爸爸用来装小辣椒，我们叫小辣椒叫 ketemu ai， 是小小的那个辣椒 ketemu ai， 还有人讲 ketemu 对不对？对，还 ketemu ai。ketemu ai 哦，有人是这样讲，哎 ，ketemu ai，ketemu ai 来 lam， 好，来 lam 是来 lam 辣椒啊，辣椒，一样就是我意思说 ，ketemu ai 就是指那个小的，你说 ketemu 的那个辣椒啊，我们称那个叫 ketemu ai， 哦 ，ketemu ai 的名称你拉过啦。对，还 ketemu ai 来 lam， 小辣椒的意思。小辣椒，我们又学到 ketemu ai 来 lam， 我们又学到了哈，我们也没有听过这个 ketemu ai， 我们直接讲小辣椒那个 atkiwai ，atkiwai， 还有别的说法也可以分享哈，不一定是 atkiwai 好，他们那边的蛮。来一任哦，来任也是辣椒吗？小辣椒是哦，弟弟在那里怎么写？写给我们看，我也要写一下，大家一起来闽南南好。好，马嘎凡的安妮说你会的，也可以分享，让大家认识多一点的词汇。好，努米苏埃安尼亚罗还是哪里的都可以来分享。哦，我们听到刚刚婷允老师的 ketemu ai 来 lam， lam 也可以哈，ariam 也是哈，还 la elen 哦，la elen 也是小辣椒，就是小小的辣椒吗？对。哦 ，la elen 那是一追过了杂椒噶。Makutai kako。Makutai 哦，Makutai 是封冰。封冰叫马古达，马古达是讲港口，封冰港口，封冰港口那边说的是拉伊任，好，我在一本那个故事书里面有看到拉伊任，我始终不知道它是，我都不知道它是辣椒，现在好像听你这样讲原来讲的是辣椒，好，谢谢我们的智慧。
我们又多写了好ketemu ai sai sam， 还有啦 eren， 好，大家可以写上笔记哦，写在自己的笔记上也可以查字典。好，连美的，好，连美，adik asyik penisu。Madalika aku ku simar i 改信，我把那个油被我放在碗的里面，这样对吗，老师？呀，很好啊。Madali aku ku simar i 改信，很好啊，你写的很不错，你念的也很好。这样对吗？对啊。嗨，阿来西西。被我放在碗里。好，我们很多的线上的老师说哈，句子后面要一点，对，找那个句号，对，句号要点，记得哈，我们要习惯。我们之后考试的就提醒自己，我们考试的时候都要点上去，该点的都要点，不然会扣分。Sagami， 很好，谢谢你，连美，反正好，大家都很热络哦，大家都一起来学习。好，还有其他的吗？阿拉伯很多用法呢，如果还没有写的也可以再写。很慢，妹妹你在讲话吗？关掉。好，筷子usabi ma'ani nagu alabit。还有其他的人哈，如果你来不及写，mau usul gitu ngai都好，等一下也可以，后面再往下写也没关系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哦，能回答古兰诺爱好，大家好好的发挥哦。好，小芳在第11题，我们现在问原因哦。Naomi tantang Cina Turateng I rumah tu Rumi Ami我再念一次哦。Naomi tantang Cina Turateng I rumah tu Rumi Ami 中文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妈妈每天在家煮菜？好。为什么妈妈每天在家煮菜？做妈妈的都知道哈。Sebagai untuk娃娃或者是说煮菜给家里的人吃或者是说妈妈很会煮菜，因为妈妈很会煮菜。那还麻烦那起那米西那份儿煮菜有的地方说米当当。还有的地方是说米西那份儿，对哈。然后还麻烦那起那米当当的什么菜你可以讲哈。然后米当当起那都是等于鲁玛都鲁米阿米每天煮菜的都是妈妈哈。为什么妈妈每天在家煮菜呢？好，我们也可以照自己的新的句子哈，很会的就不用按照不要按照我的，你按照你自己的哈。我相信线上的萨利嘎嘎都主语都蛮厉害的我们有写就会有进步。好，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来书写，好好的来练习，对大家都有帮助的。我自己也是在学习很多地方都要学习，有很多不懂的词汇我也是在学习。好，弟弟团队大号，妈妈为什么每天在家里煮菜为什么妈妈每天在家里煮菜呢？想一下。老师问一下，因为怎么讲啊？Nauhan，麻烦拿起那米当当这样。好，谢谢。
因为脑含麻烦那吉伊那米当当啊，妈妈很会煮啊，她可能是厨师啊，妈妈都很会煮菜。我们阿美族的菜哈都是8菜1汤啊，全部8样菜煮在一起。脑含麻烦那吉伊那米当当也可以，因为妈妈很会煮菜。脑含有厨师啊，有米当当哎吉伊那厨师，我们有人会吗？厨师是我们阿美有厨师这一个词汇吗？脑含呢有师傅吉伊那，这样也可以啊，因为妈妈是厨师啊，因为妈妈是很厉害的啊，是厨师都可以哈。哦，原来你先第一号先写完，中文还没写，你可以先念你的主语。你帮扎还是本后一书记，Sandy，马来克莱杜古努米苏，做好，不小心按上去。来都东阿很多，等下再加上好，去。嗨来嗨，都，你 Alice 好 ，Alice 技术都。Nauhani dekat-dekatku sinafel i paputar sangu suan你妈妈。因为爸爸说外面的菜很贵啊。这是对，答对了哈，自己煮的比较好吃哈，谢谢你 Alice 写的非常好。阿德嘎就是很贵嘛，很昂贵，还有别的说法吗？哈，有的是阿德格斯也可以哈。古西纳菲尔，哎，不错，西纳菲尔很那么古，加油，一巴不大了，是安古索尔你妈妈啊。不错哦，谢谢你 ，Alice 写的非常好呢。你可以自己造句哦，造新的句子。好 ，Alice，好，等你新的造句哈。好，我们可以按照那个 Alice 这样写的 ，Now honey， 好，复制它的哈 ，Now honey， 麻烦那吉伊那米当当是安吉妈妈这样，或者是。写的都可以，好，自己写。那喊你怎么样怎么样啊，都可以。还有上一句的还没有写好的，也可以放上来哦，写在讯息栏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啊。打麻烦那都给打好，我们就会了。我们今天可以学到很多的新的句子还有词汇。好，老师，请问一下，如果是阿德格斯的话，前面那也要加一个点吗？那个 A 前面。阿德格斯，阿德格斯要啊，阿德格斯有啊，看你们的习惯的用语，看方言扁有时候要点。OK， 你念的话是有阿德格斯，我就听到是要点那个 effect。嗨，谢谢老师。会，你加州高技术好。哎，等下，跑掉了，等我看。好 ，Now misafir jibana iluma tu rumiat miat。Now 很容易嘛，扎 hiu 几个照，很容易，我不会写。那喊你哈拉嘎很快，那喊你很快，对，快，那喊你哈拉嘎嘛扎 hiu 几个照，对，哈里基也可以，哈里基，哈拉嘎就是很快很好呢，如果你不会写的词汇呢，也可以像照这样子好写中文看线上的师长们有的会补充哈，我所知道的是哈拉嘎好，哈里基马扎 hiu 也可以好，来几个早安号写得很好，你可以多写新的句子，好给大家让大家知道
分享一下给大家。好，谢谢。Cindy，米苏都，等一下，嗨，来都。Nauhani Malalu Gina Midangdang Iluma Lumiar，因为妈妈很勤劳，每天煮菜。对，很好啊，杜鲁米阿米啊，好。少了一个度。係，magandang idol，係，我们来的就是米老师，哎，念的又标准，写的又很好，就是要这样子，还谢谢几点提安好，你还听音信息，马来盖的可能米说好。Now mi tang tang Gina do lateng iloma do Rumi Amiar， 我就用这个来回答。Ulah nu ina do paro no loma saga misa ma 我写错了。米萨拉马煮了哈，等下我再更正。米萨拉马Gina do Rumi Amiar。说，因为妈妈爱家人，对家人的爱，所以妈妈每天煮菜。哈，我等下再妈妈煮菜哦。好，等下再更正。好，谢谢你，谢谢婷颖老师，真的很不错呢。他说乌拉努伊纳杜巴鲁努鲁玛，对，当然啦，妈妈对家人的爱爱心满满。米莎他说萨嘎，所以米莎。他说萨纳马尔吉伊纳杜鲁米阿米啊，好，很好，看他句子写得非常好，好，谢谢啊，他等一下会修正，好，搞照你修正好了，你再念一遍，阿西本后努米说阿弟。Nohani harakat amazahil jika照，因为改造很容易饿。对 ，harakat 好。如果还有很容易的线上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很容易还有别的说法，也可以分享哈。因为我们常常说哈里基马扎黑嘎咕有没有？哈拉嘎马扎黑嘎咕，我很容易饿。大家上班很用力上班的时候很容易饿哈。哈拉嘎马扎黑，写得非常好，谢谢我们的黄嘎照。还可以自己造新的句子哦。好，我们不要客气。阿嘎刚乌说好，吉马烧嘎鲁夫。好，阿西本古努米苏。Sama anan mafukirai matukaay mitangtang Mama urasaka marurai ina mitangtang to Rumi Ami sapakaan to wawa， 因为爸爸不会也懒惰煮菜。所以妈妈每天都很累的煮菜给孩子吃。哇，大吉苏马少非常棒哎，又写又那么长的句子，谢谢你。对啊，呀马鲁瑞，好，那个应该是累嘛，应该是 R 哈，马鲁瑞，还是你们那边是写 L？ 乌拉萨嘎马鲁瑞那个劳累。好，我再修正，谢谢老师。你写得很棒哦，又念得非常好，哇，都很标准。只是马鲁赖好，有弹舌的好，马鲁赖，有一首歌说马鲁赖有哈，哎，就是这一个词汇好，修正一下就好了，非常棒呢，一记技术呢啊，马少，好，谢谢你。好，你先提，你修正了，你说阿弟阿西本，你说好。嗨，Nauhani Malalu Gina Midangdang Iluma，因为妈妈很勤劳。嗨，勤劳，你少一个，少写一个马拉鲁克，有一个 K， 勤劳，马拉鲁克。Cindy。Araw-araw suka勤劳 malaluk， 聊文会说过了 malaluk 好，少写一个 K。Cindy 嘛，等于来说，哎，好，好，等一下他就会看到哈。然后喊你马拉鲁，然后马拉鲁才对哈。基因呐，米当当一路马都
鲁米阿米啊，好，因为妈妈很勤劳，每天煮菜，好，写得非常好，在马拉路那个修正就好了。好，好，你听完了老师的嘛，修正了一说好，煮。来，阿西本尼苏，听完老师。米萨拉马尔，米萨拉马尔，米萨拉马尔是煮哦。对，我们那边叫米萨拉马尔煮，米萨拉马尔或者哎，米萨拉马尔，哎，有写到一个很棒的词汇哈，米萨拉马尔，我看到哪萨拉马尔是不是哪马尔的延伸哈？米萨拉马尔有吗？有拉马尔，同那个米扎扎或者是米当当一样的意思。哦，好。这个没听过，是阿来的说呢，好哦，米萨拉马尔，好，大家都知道了，米萨拉马尔可以写上笔记哦。好，谢谢我们的婷云老师。好，老师，你刚刚的意思说那个拉玛是火，米萨拉玛就起火的意思，就煮菜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单字来说，我就是看到后面。是不是跟火有延伸到火那边延伸出来的？应该是起火。巴拉马是起火，萨拉马不是。哦，是哦，萨拉马是真正的煮菜的意思，哈，煮吗？煮，米西拿分，米扎扎的意思，他说煮的意思。所以吴老师那个拉玛不是这个动词的字根哦，是它不是这个是不是？啊，我们的米萨拉玛是煮饭。哦，米萨拉玛是啊，那个拉玛是这个字的字根吗？还是说不是？拉玛是火啊，字根。米萨拉玛的时候是我们所谓的煮饭叫米萨拉玛，啊，你巴拉玛是点火起火。哦，那我们平常我们煮饭叫乌曼古扎扎跟说阿西纳菲尔，你今天煮什么菜？我们叫米扎扎。米扎扎。都西纳菲尔，西纳菲尔是菜。哦。我们不一定用打灯，我们用西纳菲尔。西纳菲尔就是煮菜的意思。米扎扎都西纳菲尔煮菜。你还要加米扎扎。米扎扎是煮。煮什么？煮菜。哦，西纳菲尔就是菜的意思。米扎扎是哦，好。米扎扎是煮。西纳菲尔是菜。所以米扎扎都西纳菲尔。哎，阿来好，阿来的孙安好，吴老师谢谢你的分享。好，改名这样可以了吗？还是可以问一下。对呀，我也想问。好，连美，还是本古努秘书？你阿拉比嘎古都西那份以及法，老师有听到吗？有，你说。我的是说我用筷子夹盘子里面的菜。哦，你阿拉比，我是上面那一题。好，我知道。嘎古都是那份以及法尔，可以啊。你的吉法尔是你们那边的。哦，是哦，吉法尔，哎呀，很好啊，吉法尔是你们那边的用语，很好啊，你写的很好，谢谢你耶，就是上一句，谢谢。如果还有上一句要写的萨利嘎嘎也可以哈，在信息栏里面再来写上去。好，你马上，还是本回说那只在的啊？哎，samaan mafukiray matukaay mitangtang ci mama urasaka maruray ci ina mitangtang turumi ami ar sapakaan tuwawa。因为爸爸也懒惰煮菜，所以妈妈每天都很累的煮菜给孩子吃。嗨，你很棒哦，米迪丽坦说好，写的非常好，念的真的很到位。好，反正埃及
马少啊，你还是泡，谢谢你马少，马如来好，哎，继续努力给他好，还有要分享的也可以继续写下去哦，在信息栏里面。线上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好，Kalau pintu kita ini， 我们接下来的下一句Safal tu sahau。Sama anen no niam kuni saito hani。Sama anen no niam kuni saito hani。中文的翻译是说，这把菜刀要被我们做什么用呀？这把菜刀要被我们做什么用呀？好，sa ma'anan 就是做，ma'an 就是什么，sa ma'anan 做什么用？好，菜刀我们通常都是切菜嘛，塞度有没有地方是有别的说法？塞度就是菜刀，我记得上次有人说闪散有的可能有别的说法，可以说沙比要被我们做什么用啊？我们拿来切菜，沙比叽叽kita，沙比叽叽，niam tu沙凳也可以沙比沙比多niam切那个大骨，大骨要用塞度嘛，沙比多niam tu okak 也可以我们用来切那个骨头。Sabi ma'an no niam kuni saito hani。这把菜刀要被我们做什么用呢？好，我们可以很多的写法，也可以自己造新的句子，好，可以不用按照形式的也可以，不用按照我的。好，什么呢？做什么用？我们可以说 sabi ma'an 都可以我们的塞度很多功能切菜或者是拿来切肉或者是做什么塞度很多的功能。好，翠云，asyik pengguna miso。翠云有吗？你有在线上？好，有。di asyik pengguna miso。miala tu saito mi cik cik tu沙凳，妈妈用菜刀切。miala tu saito mi cik cik tu沙凳，miala很好，但是你那边是miala是哪？菜刀切菜你的中文是妈妈用菜刀怎样？菜刀菜。少写一个字形式。廖文辉说忙爱套再修正一下。米阿拉杜塞杜好，你这边塞杜好 ，AY 好，塞杜好。那个翠云廖文同学说好，我再修正一下哦。嗨，再念很好，不错，Jack 说很棒，Alice 说好。sa jijigen nunamu tu darazai gula saito， 那把菜刀要被你们用来削凤梨。sa jijigen nunamu tu darazai gula saito。sa jijigen 应该是说 sabi jijigen。sabi jijigen。sabi jijigen nunamu tu darazai。好，对，就是 sabi。好 ，Alice 加一下。还
谢谢阿来吉苏南，你米粒班奈。老师，我下一句才对。乌萨比巴族都发挥古塞度，菜刀是用来杀猪的，那个的没写到，谢谢。哦，係阿來好了很多米了問愛都係，所以你寫得很快呢，係阿啲阿西本書，复制贴上。係修正係很好。米拉多塞多米叽叽多沙凳，妈妈用菜刀切菜。米阿拉都塞都吉因那米叽叽都沙凳，你那个沙凳เอาไว้กูจี米阿拉都塞都吉因那好，就因为你有妈妈嘛，吉因那米叽叽都少一个基因那。好。聊完了之后，也给我进步啊，还在修正好、追引好，还黄卡照，还是本国的秘书。Sama anan ni mama kura afunus hani。这把翻刀要被爸爸做什么用啊？Sabi batayan ni mama tu fafui kura afunus。这把翻刀要被爸爸用来杀猪。Sabi patayan ni mama tu fafui kura afunus， 哎，很好啊，很标准，不错，很好哦。谢谢卡照。Sama anan ni mama kura afunus， hani， 好啊，他自己问啊，就自己回答，不错哦，很好，谢谢卡照。好，你 Alice， 你修正啊，你说阿西本你说好。sapi cicikan nunamu tu talazai kurasai to。哎，很好了，反正都还对你好。达拉在还能古凤梨啊。那个海明那个地方沙比巴代啊，他说杀猪用，应该我们沙比巴代用呢？我们都沙比巴代还那么沙比巴族还能。好，来杀死啊！对，沙比巴族有的是沙比巴代。对，应该是巴族，对。沙比巴代用哦，杀死。沙比巴族啦，猪是用对，谢谢你美丽好哈，再修正也没关系，好，谢谢美丽。好，你 Alice 修正的也很好了，好，沙比几个喏，那么多达拉在过来塞度，达拉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翁来号，翁来也是达拉在，好，谢谢。美丽的，你修正的，好，你修正了，好，阿西本会说的，乌沙比巴族都发挥过塞度，菜刀是用来杀猪的。好，还很好，谢谢你，写得很好呢。塞度很多用法用途哈，可以杀鸡，也可以切菜，也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哈，可以切也可以切肉。好，还有其他的学员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哦。好，改造修正的也要念一下。Sapi pacu跟你妈妈都发挥过了阿弗努斯，这把翻刀要被爸爸用来杀猪。係，大家都好，係阿來，係這樣子就很順了，好，反正對馬蒂尼好，你翠雲，還是本書？翠雲，馬蒂尼來說。米阿拉阿弟，係米阿拉都塞都吉伊娜米叽叽都沙凳，妈妈用菜刀切菜。很好，但是米叽叽那个不能分开呀，要连在一起。你拿再给沙凳菜，你后面少一个 G， 沙凳有鼻音呢，沙凳。好。係，廖文學醫生好，一記技術翠雲，本来爱读技术好，念得很好，你再写一次。还好，米叽叽是要连在一起。对，我就请他修正，米叽叽还修正了，再念一次。你的沙凳还要写一个加一个 G。Asma bawan tu kako。
aja mau fana tu kisu hao tu no amis 有小学生的很烦恼的好生阿米山的书好的然后然后过努鲁吗也可以也可以写号尽量写没关系好所以你修正的再念一次喵啦多塞多吉那米吉吉多沙顿妈妈用菜刀切菜塞度好很好啊可是那个塞度是歪塞度有没有看到哎呦你很棒呢哇你现在越修越精准还嘎嘎多嘎脆音好你等一下还要继续念好然后跟努鲁吗塞度也可以讲闪散好看有没有人写闪散好阿丁喵啦多塞多吉那米吉吉多沙顿哇很好阿丁的弟弟和妈妈妈都好非常好谢谢我们的翠云来的说南好好你书写Hai tapi cicikan nuniam tu titi gula asai tu，那把菜刀是我们用来切肉的。很好，对，写得非常好，好，反扎好。sapi cicikan nuniam tu titi， titi 就是肉嘛。gula 那把asai tu， 好，他。字首写大写号，写完了再加上句点号，很好。对了，那个翠雨，你那个法凳也要点句点哦，刚刚没有注意到。好，在订正。还在订正，要记得，好像书写哈，它下面看到书写老师那边的哈，你看要结束了就要把点上去，好写句点，好，你还是。聊完头一说好，你再修正一下，你就完成了。好，来好，还有其他的也可以好补充，也可以继续的。上面那一句没有写的也可以写上去。好，反正我们就是多练习说、听说、读写嘛。好，有写，然后又说，然后就会比较好啊，我们就不会。打结哈，你说了你就会很顺畅。好，我们接下去这个12题应该大家都会了哈。塞度有的地方是讲闪散哈，没有错哈。好，零零度一沙发嘟噜号第13题。好，那我们就。到8点59分，我们先中场休息，盘盘头给大号先喝水。那我们在8点09分再继续哦。盘盘头给大，你拿弄好。好，我们看一下，线上有翠云，你的修正好了，是本头艺术根。翠云，你来继续。好，下一句有，请问老师 ，sabima an 跟 sama an 有什么差别？可以说做什么用和怎么办？对 ，sabima an 是做什么用？黄嘎照有可以参考的哈，谢谢嘎照。我来念哈。usabi 当当都很卖古拉嘎水，那个木材是用来煮菜的。下面一句是 sabi 当当人都很卖古拉嘎水，要用木材煮饭，命令句。这边可以参考哦，可以吗 ，Kerry？凯明这边有可以让我们可以参考的哈。好，
那我们继续哦。Sada bantu kita tuna 13题好。Masama anaiku mitang tangan isu afuting. Masa maanaiku mitang tangan isu afuting。中文的翻译是说，你所煮的鱼像什么了？怎么了的意思。好，你所煮的鱼像什么了？我们常常煮鱼后都会嘛好，好，就请大家好写自己的句子哦，也可以写新的句子，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谢谢嘎造他给我们的参考。好，来第13题，你所煮的鱼像什么了？好，有时候我们煮不定，会嘛一胀好，水干掉了，你可以说嘛嗡爱古米当当啊那古阿福定，好，我煮的鱼烧焦了，或者是说。反西塞还可以说很香啊，我煮的鱼很香，或是说你的鱼怎么了？好，大家写看看哦。马萨马安奈，好，古米当当安伊苏阿福丁，好，我们通常就会问煮菜的人，你煮的鱼像什么了？好，可能在料理的时候，会问的，哎。美丽班奈，咋啦？嗨，昂利赛姑你当当安阿姑姑不好努福定，我煮的鱼汤很新。哦，很新是昂利赛哦，昂利赛就是很新哦。哦，好，昂利赛姑米当当安阿姑姑好努福定，很好，谢谢美丽。好来，还有 Alice， 她说烧焦的意思，马嗡啊，应该是有毒奥哈。线上的师长有人会写的话，马嗡，对啊，马嗡，应该伊拉古个的草马嗡。有那个咽喉塞音，好，还马嗡的爱丽丝，马嗡就是烧焦，你写的对，好，然后是不是有那个读奥？好，应该是有个 t。好，我们先请翠云还是本的秘书。嗨，马嗡嗡。我那写错了。来都，你要表达的，等下它变成英文了。啊，你再修一下没关系，你先念看看，我先会说。因为它变英文了，所以我就念一次。念不出来，好，那你就我念得出来，我想到了。来，马嗡嗡古你当案古夫定。妈妈煎的鱼烧焦了。马嗡嗡古你当安阿福定马嗡嗡古你当安你伊那阿福定才对。如果你的中文说妈妈煎的鱼烧焦了，你说应该是写马嗡嗡古你当安古应该是古。那个你就多的号 KO， 然后你当安，你伊那阿福定，这样才正确哦。等下是古你当案，然后你伊那阿福定才古当案，你伊那阿福定，你当案，你伊那再加上。你赢了，好，我再念以后，马嗡嗡古你阿古就好了。你当案，你赢了阿福定，好，廖文辉说好，崔云浩
写得很棒，好。还来，好，爱丽丝说啊，对嘛，on on，你写的嘛，大妈都好，哎呦，读哦，谢谢苏贤，好，我们念的时候嘛，on on 嘛，还伊拉古拉读哦个 f 要加上那个咽头色音哈，所以你的也要点上去哦。我们谢谢苏贤，好，智慧，你说爱20分数。Alarday ko mitantangan ako afuting。还，我煮的鱼很美味。嘿，来，对，写得很棒，好，大家书写都写得很好哈，该逗点的句点都有点上去，非常的好，谢谢，谢谢智慧，你先提读。Hai, maong ku mitantangan aku afuting。我煮的鱼烧焦了。嘿，对，我大妈都好嘛，on 有加上个分号嘛，on，你念得很好，好，谢谢你啊 ，Sandy 写得很好，好，你 Alice 都。Arti hai to ko pacilahan aku tuni kuhau nu futing mansa kahajis。kahajis 很好 ，kahajis 很好。你念那个阿里海耶，不是阿里哈，YAY 是一个音节，阿里海耶。对。哦，好。你再念一次，聊完头一次掉。to ko pacilahan aku tuni kuhau nu futing mansa kahajis。嗨，mansa kahajis，哎，对，kahajis。好来，信息。好，谢谢你写得很好，哈，念的刚刚阿里海耶，好，阿里海耶度过pacilahan aku tuni kuhau nu futing mansa kahajis，哎，念得很好，姐 Alice 好，在这人都努米达米那南好，嘎早努米苏都。Masaanaiku kaulahan isu akain， 你所喜欢的女孩怎么了？Masa asata ai jingra， 她好像生病了，可以这样讲吗？Masa maanaiku kaulahan isu akain， 你所喜欢的女孩 ，Masa maan 啊，怎么了 ？Masa， 她好像 Masa asata ai jingra。Masa asata ai， Masa asata ai jingra， 她好像生病了。你的意思是说，你是指那个女孩子生病了吗？好像不确定。那你上一句是问的对呀。Masa maanaiku kaulahan isu akain， 你所喜欢的女孩怎么了？你应该是说 Masa maanai， 怎么了？什么安奈？她好像是怎么样的女孩子吧？对哈，我的感觉是这样。他说后面又加了怎么了？怎么了呢？什么安奈古高了？所以这个的中文应该是你所喜欢的女孩是什么类型？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哦？对呀，对。哦，你应该回答说，她很漂亮。因为他有 fokus， 哎，对对，嘎嘎呀，爱古 fokus 你啦，这样哈智慧，对不对？他这样问的就是我们想的，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嘎造，你再修正看，好，谢谢嘎造。哎，翠云，哦，信息我的上面写错了，我可以念下面的吗？好呀，可以啊，你修正的，好。好，maong ku ni aku mitang no ina afuting， 妈妈煎的鱼烧。maong ku ni aku maong ku mitang ni ina afuting 就好了。maong ku mitang
好，故米当当安，米当当安那个米要加起来，接起来。来，好，马翁翁故米当当安，你赢啦阿福定就好了。好，好，哎，聊完会说你哪能给说好啊？继续努力，哎，好，苏贤，Hai. Afsaku mitantangan aku afutin，我煮的鱼很淡。嘿，对，阿弗萨，对，很好，阿弗萨，阿弗萨就是很淡嘛，盐巴放的不够就会很淡，阿弗萨啊，很好，写得很好，谢谢苏贤。好，来，季翠云，好，马上改呢，哎，阿弟，嗨，你还是一样的句子吗？对，你复制错。马翁翁古米当当啊，你赢了阿福定，你有古尼阿姑那个就不用了。马翁所翁以直古要来，接写嘛，嗡嗡，翁古，当当安你伊那阿福定啊。嘿，马翁翁古米当当案不是米当当爱，不对，米当当案案 NGAN 是一个音节，米当当案，你念一次来。米当当案，对，很好，你再修正号。来，Sera Pacitral。Hai. Alafin datu ku mitantangan aku afutin saka maong tu。那个鱼我煮太久了，就烧焦了。对，Alafin datu 啊，datu 啊，煮很久。对，Alafin datu ku mitantangan aku afutin。所以鱼烧焦了，Saka。马翁翁度好，所以烧焦了，很好，不错，谢谢你 ，Sera。好，你翠云。马翁翁米当当案，no ina阿福定。马翁翁古米那个米当当那个连起来啊，不要分开。好。啊，听一下，好，马翁翁古加一个 KO 中那个哈，加一个柱子古米当当案你赢那啊，否定就好了。你要用不是努，你赢那啊，否定这样就对了。好，你再继续修正一下哈，你很棒哦。哦，好，黄嘎照。Masama ku kaulahan isu akain， 你所喜欢的女孩像怎样的？Masa inaay aza， 哦，像妈妈这样。还可以啊，Masa inaay aza 可以啊，这样就有对到了。Masama ku kaulahan isu akain，Masa inaay aza 啊，这很好呢，照的句子非常好，有接上了，好，很好，谢谢凯明。好，翠云，马里奥对说好，嗨。马翁翁果米当当安，你伊那阿福定。妈妈煎的鱼烧焦了，很棒哎，这样就对了。好，很棒，念的又很好，会了哈。好，修正的。嗨，麻烦拿多嘎姑。嗨，技术麻烦拿爱。好，吉马烧，米索好。Mafufuray ko mitantangan ako afuting， 我煮的鱼碎散一片。对，mafulfulay，对。mitantangan aku afuting。这边是不是有弹舌 ？mafulfulay 是哈，碎碎的 ，mafulfulay 应该是 r 嗨。mafulfulay 是不是你们那边是 l？ 哦，我们是 L， 你们是 L 哈，很好，对，
碎掉也是 L， 对，很好，谢谢。马达玛多号写得非常好。来，伊拉古努鲁吗？如果有其他的也可以再补充上去哦。好，你可以造新的句子就像黄嘎造这样造新的句子，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这个13题也都厨房篇也都写完了哈，13题我们接下去，如果还有其他的也可以继续写哈。好，那我们的厨房篇、我们的早嘎、我们的 Sophie 的密都上完了哈。那接下来的主题当然是客厅哈。或许有的地方客厅有别的说法，你们也可以来分享哈。这边今天的主题是巴拉方案，客厅哈。我们看一下。拉放是客人嘛，哈，加上前缀巴，还有后缀案的时候，意思就是放客人的地方，也就是客厅的意思。哈，拉放就是字根，就是客人，加上前缀后缀的时候，巴拉方案就是放客人的地方。好。好，今天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就是客厅，也是要继续练习哦。好，闽南话记得好。或许你们的部落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也可以写上去哈。伊拉多国卡夫吉拉努马古好。好，第一题，我们进入到萨嘎兹在。好，阿西本纳古哟。maamaan ko iraay I palafangan. maamaan ko iraay I palafangan. 中文的意思是说，客厅里有的是哪些？好，maamaan就是你想一下，我们客厅，你可以看一下你客厅摆放了有哪些东西呀？你可以写上去哈，有是柜子、酒柜啊、椅子、桌子、沙发等的哈。你可以练习写一下。然后这边有那个马少，马少刚刚念完了哈，好，谢谢。那我们进入到巴拉方案，就是客厅好的句子你可以照自己的句子哦。好，我们阿妈安就是说哪些是哪些在客厅里有什么？好，客厅里有的是哪些东西？哈，你可以想一下，看一下，你的客厅摆放哪些？有什么椅子、桌子、茶几，什么都可以写。好，有的我们那边是讲巴拉方案，就是客厅嘛。其他的部落可能也有他们的说法，好，也可以分享哦。ini kita好，刚刚说，如果写不出来，也可以用念的，开你的麦克风说，马能古拉或者是说还有别的说法，巴拉方案，还有别的说法也可以用说的好。你可以说都古伊拉爱以巴拉方案哈，客厅里有桌子我们那边部落讲桌子度，有的地方沙巴安能安哈，我们没有沙发哈，我们就直接讲安能安或者是都可以好。你可以说巴夫丁安就是鱼缸，巴夫丁安古伊拉爱以巴拉方案客厅里有鱼缸。老师好，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的疑问句是五马阿妈安，那我们的回答如果是我要回答有书，我要说五朱砂这样回答吗？是这个意思吗？五朱砂阿扎也可以呀。不用五妈妈就是有
哪些？有的是哪些？乌朱沙阿扎也可以耶。也可以哈，好好。乌朱沙阿扎。如果有很多菜，乌沙等这样，这个是这个意思哈。乌沙等阿扎可以，只有很多菜这样，可以。妈妈阿扎也可以，好。夫丁阿扎古伊拉埃也可以，伊巴拉方案。我想了，不要再加这个。吴老师，你要讲吗？吴老师在。好，刚刚那个凯明呢，这个阿妈他是问句呀，就不用再重复那个问句。我们阿妈只有哪些东西，你就直接回答有什么在客厅里，这样就好了。有什么在客厅里，不要再讲我们阿妈了，就不像我们一般说话的口气了。哦，他意思是说乌拉登。你们有没有听到？他很努力。所以吴老师，我如果回答的话，如果说我有一些书的话，我可以回答乌朱沙这样，我可以这样回答吗？不要那样回答，就直接说乌朱沙就可以了。乌朱沙阿扎这样。除非说只有书而已的话，乌朱沙没有人说我们阿妈安，我们阿妈安，只是一个问话，你就直接回答案就好了。你就这个问这个有什么东西，你就直接答案去说。比如说，OK， 说有哪些东西，我就说伊拉古迪利菲、伊拉古沙发、比巴拉方案，这样都可以，就直接回答了。所以这个阿妈案就不要用了。哦，好，谢谢吴老师，还直接回答说迪利菲伊拉古什么？因为它有哪些东西，就有什么在客厅里这样。哦，就直接写，还嘎早就直接写。沙发古伊拉埃伊巴拉方案哈，客厅里有沙发啊，直接回答。好，你书先，拉拉阿西本古努米苏。Ila ai ku TV balas atau anengang i balafangan。在客厅有电视、桌子和椅子。对，就是这样回答。好，谢谢苏贤。好，直接回答。伊拉古好，伊拉古什么什么哈？你知道你家里很多东西啊，你可以写上的，你就可以写好。如果不会的，词汇可以问哈。线上很多耆老，很多老师，好，可以指导我们。好，嗨，你 Cindy。嗨，伊拉古竹龟阿生安以巴拉方案，客厅有桌子和椅子。哦，还竹龟这样。竹龟拼的对吗？竹龟应该伊拉在过来，哦吼，竹龟，竹龟，对你如果我过来，你就竹龟这样，比较不好念，竹龟这样比较顺。好嘞，谢谢。竹龟阿能伊巴拉方很好啊，觉得不错，谢谢。不会，还谢谢你，还大招啊。好了。Umamaan ku ilaai iba lafangan， 客厅里有的是哪一些？ilaai ku surat aja iba lafangan， 在客厅只有书。ilaai ku surat aja iba lafangan， 嘿，很好。
你的语气可能是伊拉爱古朱砂阿扎伊巴拉方案，这样很好，谢谢。一客厅只有书，好，可以自己造句哦，很不错。还，米莉班奈，嗨，伊巴拉方案努鲁马古伊拉爱古安昂迪里费沙发阿杜祖拉。我家客厅有椅子、电视、沙发及书籍。很好。朱砂我爱古蒂朱砂，再加上，好，很好。罗妈觉得很好哦，还大部分大家都有电视、沙发、书籍，还有其他的啊，可能还有特别的什么装饰品也可以写哈。我妈妈按很多可以形容的，可以发挥的有很多，好，尽量写没问题哈。Binanam di takuni好，说主语要常常说。如果你不常说母语，久久说一次会忘记嘛。保安都好，mananam tu kita misanu panca好，nanam satu哈，你平常就在生活上就会自然而然就会用板扎来对话。好，这个平台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线上多多的用主语表达。好，来米莉你修正的好，第一聊完对数，我把主拉修正了哈。係，聊完台啦啲咪40。伊巴拉方案努鲁马古伊拉爱古安昂迪里费沙发阿杜祖拉。我家客厅有椅子、电视、沙发及书籍。米莉有想说沙发，我们直接拼这样可以哈，直译哈，沙發。馬啲呢上沙發，三個啦意思說沙發啊都係，謝謝，係可以哦，好。青海馬里蓋嗎？馬里蓋星星嗎？你來去說林星海先生。はい。你好，係。はい。Ira ko Tilipi, Raciu, Kifusiu, Kupu atau Rafang Numaku。中文的翻译。有电视，Raciu国语怎么讲？辣椒就好了，辣椒一个我意思辣椒，收音机，还有那个水壶、热水壶哈，水壶，还有杯子，还有我的客人在。好，那个辣椒，对不对？我的辣椒，这外来语嘛，好。辣椒。我看 give you 古布啊都拉方努马古，后面是对那个辣椒是辣椒，线上有知道怎么写吗？辣椒，他这边是谈辣椒有，应该是辣椒。辣椒。C 应该是椒是不是 W 哈？辣椒，对，谢谢你。好，廖文女士，米修正好。来，迪苏南，给大家关注了吗？好，继续，也可以造新的句子。好了，好，我们往下看哦。我们下一句好，如果还没有完成的。继续写没关系，好，我会等你哦。好，智慧你补上来了哈，请说。Iraku sasing ni Yesu di TV Safa atau curah di palafangan rumah aku。就是我们家客厅有耶稣的相片。电视、沙发。
还有书这样子。很好啊，好。伊拉古沙星你 yes 好，就是九几干嘛好？对啊，也可以说伊拉古dilifi safa atau zusas di palafangan nuruma aku 很标准哦，谢谢你智慧，很好。苏贤，那你查到了啦就对，收音机。星海老师，你有看到啦就啊？收音机，好，我们谢谢苏贤，好。马少，技术好。Ilaku tu nan TV atau uca以 umakan aku 有桌子、椅子、电视，还有茶水在我的客厅里。哦，你的客厅是在古巴拉？umakan 是巴厘岛的。巴厘岛是乌木干哦。乌木干，对，客厅。客厅叫乌木干哦。哦，谢谢你。那个是巴厘岛的恒春的嘛？嗨，谢谢。好，乌木干就是恒春阿美的。客厅是乌木干，很好。乌马干。乌马干，还乌马干。又写到一个词汇了啊，赖好，你那个度阿亨安，好，乌吉亚韩国茶水哈，乌吉亚很好的外来语嘛，好，来谢谢吉马烧嘎鲁夫哈，我们知道你的客厅的说法是乌马干，好，乌马干很好，好。好，还有其他的部落也有别的说法哈，说不定好，想一下哦，也等一下再写也没关系哈。那巴西拉努达米能好沙发沙嘎杜萨都好。第二题，曼莎，Pinaku anengang i palafangan namu Pinaku anengang i palafangan namu。或者是说宾纳古刚刚那个马绍的阿亨浪以乌马干纳木也可以哈。啊，在你们的客厅有几张椅子？好，要数数耳咯，要算数，要写数字咯。比那哀好。大家一起学习哦。Mutabai aku akhanan i palafangan nu niyam， 好，也可以哈。或者是多少个椅子，哈，有几张椅子，算一下你palafangan nu namu好，binakula akhanan namu， 啊，我们用书写的方式哈，自己写的。自己念比较有那个哈，比较好，因为你要练习说、听说读写哈。听说读写，你写多了、说多了，你就很厉害了，就会进步了。啊，你算一下，比那个安能安那么少啊？你可以说，你可以自己造句，啊，你还挂很难努。努巴拉方案尼亚也可以，我们客厅有很多张椅子数不完哈。宾娜是多少？安能昂就是椅子，安能昂还有个叫做安能昂。恒春巴厘岛的是阿亨难。客厅是乌马干，要记一下乌马干。除了巴拉方案，还有一个乌马干，都是客厅哦。大家尽量写好。嗨 ，Alice 技术。Dulu anengan i palafangan nu niam 有3张椅子在我们的客厅。很好。Dulu anengan i palafangan nu niam 很好。句子写得很标准哈。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
可能还有很多张椅子哦，大家都还没有算好。首先大家尽量把每一个题目都要发挥一下。如果你写不出来，用讲的好。连梅老师，请问，像那个他读录前面可不可以多加那个打读录，这样可以吗？打读录哦，打林骂，这样林骂的话用拉林骂这样 OK 吗？数量拉林骂没有呢，没有，直接数字就出来，对就好了。哦，好，谢谢。如果说比如说几位的话，几个我们要才加拉里玛古单票有5位，那是有单位的时候才有加。对，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直接写读录18，或者是沙发里玛15张椅子，之类的，好，然后或者说你数不出来阿里海阿里海呀一个anengang i balafangan nuniam 也可以好。那个呀，你巴里捞也可以，你马烧，你写一下。我们也想知道恒春阿美的说法。马伊尼给大号，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句子，还有词汇不然去别的部落就不会还要不会听不懂的。现在在线上学习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淑贤秘书好。Lima gu anengang i balafangan nuniam， 有5张椅子在我们的客厅。Lima gu anengang i balafangan nuniam， 很好，直接写数字不用写太难，但是只在也可以啊，只要表达出来。好，希望是不是还在想数字？有的人有的比较陌生，很少数数儿只在读沙读录18有的人想很久enam也可以比读也可以写只是说在这里只是让大家口说练习，还要写好，先提秘书。嗨。Enamai gu asengang i balafang nuniam， 有6张椅子在我们的客厅。很好。Enamai gu asengang， 你念asengang念得很好，很好啊，就是这样。谢谢。有时候我们在想笔度怎么写可能大家都还在思考一下如果手上有吴明义老师那个教授的字典也可以查或者是手机有线上的字可以很多工具可以查老师，那个6能麦那个要重复吗？还是不用？能麦对对我看花了谢谢苏贤。对，不用重复，有2个 M enamai 多一个。你先提抱歉，刚刚信息没有注意看清楚enamai 多了一个 M 修正就好了，谢谢我们苏贤好，你爱丽丝。Inaau zai gu anengan idini i balafang bahanhan hanho idini amalo。阿姨，客厅这里有1张椅子，请先坐在这里休息一下。Inaau zai gu anengan idini i balafangan bahanhan你是不是多了bahanhan hanho？ 对，你对好一定你阿玛很好啊，
很好，对，写得很好。谢谢。叶丽丝进步很快哈，可以写很长的句子。好，谢谢。in the out 喊也是可以讲阿姨好，有的地方 in the out 也是称阿姨好。好，黄嘎照。Safau dosa ku anengang i balafangan nuniam，在我们的客厅有12张椅子。係，咪大家都好，Safau dosa，好，很好，12张椅子，我写得很好。好，来，几先题，你修正了，你说adik Asipen你说好。Hai. Enamai ku asengan i balafangan nuniam，有6张椅子在我们的客厅。很标准，很好。哎，马蒂亚好，塔马多，你智慧多。Ku Safa aja ku anengang i balafangan nuniam。我们客厅只有沙发而已，没有别的椅子。对呀，大家都是沙发，好，很好。马达麦都好，你写得很好，沙发很好。哎，谢谢阿来，好，马少。Hai, awai ko hanan i rumah i umakan no rumah aku urasaka maruk sa i paknan kami。我们家里没有椅子，所以我们都坐在地板。哦，很好。rumah 是不是也来过个日子？还马拉过。还聊完后过来 rumah 好，因为你有念到啦，你弟弟给说awai 好，那个日子不能不能没有3号。星期一单他有提醒我们那个该个日子的时候还是要补。还是要写上去。好，谢谢马少，很好哦。乌马干，好，我都要念一下乌马干，好，我就会记住是客厅。嗨，阿来好，然后呢，鲁马清晰还没有写的，是不是不会数字只在读沙读入18里曼。好，上面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好，嗨，阿来好。如果还要再写也没关系哈，你们多写一点，我们就往下看哦。能对大姑萨嘎杜鲁好。第3题说，uma angku mata tinggai ni kacau i balafangan。好，uma angku mata tinggai ni kacau i balafangan。被嘎造吊在墙上的是什么？被嘎造吊在墙上的是什么？好，这边是马达丁爱，就是被的意思，被吊上的意思。好，我们就照这个句子来回答。好，弟弟分那么哟。如果有自己的句子也可以，好，尽量的来写。弟弟分好，你还有没弟弟那么也没关系，好，多写一点也没关系。好，马少。你修正的好，鲁马好，很好。还是本回事，你的秘书再念一次。Awai ko ahnan i umakan no rumah aku urasaka maruk sa i paknan kami。很好，马达马多，你越念越好哦，满扎里都好。阿来吉马沙湾好，鲁马纠正的鲁马好，要加一个读奥好，加一个个日子好。我们进入到伊萨嘎杜鲁好。你想一下，被嘎照吊在墙上的是什么呢？或者是你结婚照啊，沙星，或者是什么挂在墙上嘎风帽子或者是你被嘎照吊在墙上的是什么或者是你考上什么证照被嘎照吊在墙上都可以发挥都看一下你的墙上被谁挂了什么。好，你不一定写嘎照被拉菲你可以
啊，你可以写你的句子哦。好，被掉的是什么？哈，就是墙壁上被谁掉的是什么？哈，可以写。好，高招哦。有三星你阿公。Kumatatingay ningla ipalafangan，被他挂在墙上的是阿公的照片。对呀，很好。Usasing ni akong 哈，Kumatatingay ningla ipalafangan，很好哦。阿来几个早安好，很厉害哦。你可以再造解别的句子哈，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明南南好。让大家学习哦，吊挂在墙上很多哦，好，大家尽量的书写一下，也可以复制那个黄卡照的哈，改一下，有什么啊，有立挂也可以啊，哦，因为很漂亮嘛，衣服很漂亮就可以吊在墙壁上给人家欣赏，或者是你吊挂什么啊？很多干燥花啊，现在都很多人哦，去买那个干燥花吊挂，就是吊在墙上哈，做那个装饰品啊，你可以写装饰品哦。汉娜讲那个干燥花是乌玛一张爱汉娜讲，大家继续学。好，Maan ko matatingay， 你谁好？巴拉方案好，我们可以写一下。什么什么啊？也可以说哦，就几个支架有没有？我们也会挂在我们的墙上哈，很多可以写的。比如说很多就是长袄啊、项链之类的装饰品啊，都可以写。好，第二个那么好，好，伊拉古尼马勒杜古尼埃的时候，第20分数。Alice 我是打篮嘎咕，係打籃技術係，我們有北京阿杜沙里古马达丁埃尼嘎造以巴拉方案。嘎造吊在墙上的是他的鱼枪和渔网。哦，很好。你下面的是修正的吗？好，对，我刚才忘记打了。海爱都很棒呢。你看我们的时间不知不觉就快到了哈。很感谢给丹丹号，大家都很踊跃好写，所以你刚刚你写的把镜很好哦，把镜是鱼枪嘛，还有是鱼枪，还有什么？还有渔网。渔网对，很好哦，你写的很好。把镜杜沙列，你嘎造以巴拉方案，把镜杜沙列，你嘎造以巴拉方案你修正的以巴拉方案，马达丁安以巴拉方案很好，谢谢你，爱丽丝哦，写的很棒。你看大家都很厉害哈，我刚才没有注意到时间哈，已经快9点了。我们线上的时间是7点到9点整哈，不过还有12的号，他说打定跟扎一通用吗？扎一是挂，打定应该是一样呢，扎一也是吊，打定也是对，通用哦。12应该是吴老师对哈，打定我们也是吊啊，扎一也是吊，对，可以通的。谢谢你你看我刚刚没有注意到我们9点了阿拉伊给丹丹好阿拉伊给丹丹，大家都今天真的是很棒哈，希望大家下次的课程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哦。
hati ni azago pinana numita hao， 上阿来谢谢，阿赖，来，我们准时下课哦，谢谢大家。阿来谢谢，阿赖，阿赖谢谢。阿赖kita nan Bye hao， bye，嗨谢谢。 ，salamat lang togo fote，好，阿赖。